大家好，歡迎大家翻到嚟馬體會嘅 channel。馬會嘅見習騎師學校每年都培育唔少馬圈嘅人才，不論係第一屆畢業嘅告東尼，定係之後嘅何澤堯、蔡明紹等等，都為香港馬圈作出好大嘅貢獻。不過馬圈始終係一個跟紅頂白嘅地方，好多馬主同埋練馬師都會偏向將一啲實力馬交俾外籍大師傅搏殺，華將就只可以騎一啲機會次一等嘅馬。所以今集我哋精選咗呢10幾年嚟5場我哋覺得華將最精彩嘅策騎，證明華將只要有好馬喺手，一樣可以交到好成績。鄭裕田隱身波幅跑呢場田草嘅1800米，排住14檔嘅佢，今次就用咗隻馬完全冇用嘅跑法。如果大家熟悉呢隻馬，就知道佢完全冇放過頭嘅之前，而今次就用咗大圖嘅跑法，而且仲贏埋翻嚟添。當時如果佢判斷錯誤，隻馬一個唔好彩輸咗翻嚟，哪怕只係跑第2都好，佢都會被控觸犯天條。所以真係不得不佩服鄭裕田嘅勇氣，同埋佢對自己坐騎嘅熟悉。我哋一齊睇佢點贏啊！隨時預備，預備。一起步嗰陣啊，隱身波幅係相當之快，正歡騰亦係唔慢嘅，入邊上咗嚟見到印度光輝啊，中間仲有銀影激光啊。最後啲騎一騎上嚟，跟住見到仲有我愛你啦，瀟灑呢龍係跟到好前嘅位置，後面仲有龍騰寶區嘅。咁啊，再後啲跟住先見到嗰隻就係好知己啦。咁啊，然之後跟住先見到紅跑車，紅跑車外邊就係馬主精英啊。最後啲跟住就卓爾不凡，然之後危險英進喺上面無雙小子，距離頭馬約莫係12個馬位嘅。好啦，約莫仲有呢個1300米到中前方度隱身波幅放出嚟一個馬位之先，領先瀟灑呢龍守住個第2嘅。銀影激光喺第3位外邊嗰隻係正歡騰嘅，2個馬位之後跟住先至龍騰寶區，成4個馬位之後跟住先至係我愛你啊！我愛你，再後啲跟住印度光輝入邊好知己啊！咁啊，再後啲跟住先至見到嗰隻呢就係呢個紅心同德，然之後呢就跟住之後就係紅跑車啊！咁啊，再後啲跟住先至見到卓爾不凡啦，咁啊，然之後先至係無雙小子啊，馬主精英啊嗰啲馬，佢離頭馬脫晒節啊，超成20個馬位嘅。好啦，轉咗半個銀禧灣，前面扯戰扯走，仲係隱身波放咗頭2個零3個馬位之先，領先瀟灑呢龍仲係守住個第2嘅，4個馬位之後守住第3嗰隻銀影激光，然之後正歡騰啊，再成6個馬位之後跟住先至係龍騰寶區啊！咁啊，再後啲跟住先至見到開始騎緊上嚟好知己，中間我愛你啦！咁啊，然之後跟住先至係紅跑車，再後啲跟住馬主精英走咗外欄嘅位置啊，中間仲有危險英進啊、同心同德啊、卓爾不凡啊嗰啲馬啦，轉完彎要佢入正直路啦，前面扯戰扯走，仲係隱身波幅成2、3馬位先領先，瀟灑呢龍打落去反應麻麻啲，我咪上嚟仲有銀影激光，然之後先見到馬主精英啊、紅跑車啊、我愛你啊嗰啲馬嘅，約莫仲有100零米咗，前面領先仲係隱身波幅，銀影激光逐步做咗上嚟，後面上咗嚟，而家先見到紅跑車啊、我愛你嗰啲馬，隱身波幅依然領先，銀影激光逐步上咗，而家先見到紅跑車呢個上嚟，隱身波幅銀影激光一齊衝咗到接近跑第3名，紅跑車跑第4名先係我愛你嘅。隱身波幅段快咁樣走到翻嚟都仲未散，銀影激光逐步上嚟，隱身波幅第1，銀影激光第2，紅跑車第3，跑第4名先係我愛你。黎海榮中環大地沙田泥地1650米，排6檔出閘嘅佢，雖然檔位唔算外，但係礙於形勢，佢沿途都係俾馬群頂咗出3碟。精彩嘅係去到彎位中間嘅時候，你會見到黎海榮伺機移動，因應慢步速食住個 momentum 推進上嚟，抵消咗坐騎因為3碟蝕位嘅不利境況。入到直路更加係同師弟何澤堯嘅輕彈淺笑鬥到難分難解，最後仲揮筆贏馬添。6號大熱。好啦，一起步平排出閘啊！快閘嘅馬埋邊迎風飄揚啦，左右逢源啦，中間淺藍衫仲係輕彈展笑第4位赤龍區，再後邊嘅馬啦，內欄白衫兵工廠啦，咁啊大外檔紫色衫日威夜威，中間中環大地啊，再後邊嗰陣呢，仲有卓爾明區紅衫喺出邊啊，馬林中間藍衫就勝飛，後邊4匹馬內欄逼科，尾3呢，紫色衫嗰隻就好靚仔，尾二川河晚區暫時包尾就係嗰啲福藝嚟噶。開始跑對面直路，前面帶咗出嚟嘅馬呢，就係呢隻輕彈展笑啊！日威夜威今場賽事咬到好前啊，2踏望空跟住個第2，內欄第3就係迎風飄揚。咁啊第4位嘅馬仲有呢，就係赤龍區啦，最後邊兵工廠啦，灰馬中檔第5到啦，左右逢源出邊中環大地啊，再後邊嗰陣逼科內欄中間藍衫勝飛出邊卓爾明區啊，後邊3隻有呢隻川河猛區出邊啦，內欄尾二棗紅衫呢嗰隻呢，就係好靚仔啦，包咗落尾仍然係福藝啊！
㗎，過晒800啦喎，次序上喐動唔大，輕彈淺笑，日威夜威，迎風飄揚就赤龍區外邊中環大地叫上啲啊，喺出邊第5位上緊嚟，內欄位置仲有兵工廠，最出啲馬浸冚㗎啦，有卓爾名居紅衫啦，跟住後邊啊聖飛左右逢源，出邊川河猛居，後啲先見到呢就好靚仔大外檔豬呢隻呢就福毅嚟㗎，兜到嚟最後直路啦，前面中環大地喺中間透出啦，內欄位置輕彈淺笑，後邊第3位仲有迎風飄揚啦，再後多少個馬匹呢？仲有卓爾名區入邊兵工廠啊，後啲先有聖飛嗰啲馬，最後100米中環大地鬥緊埋邊輕彈淺笑，後邊第3位仲有迎風飄揚，最後50米輕彈淺笑埋邊谷翻上嚟拍住呢隻中環大地一齊影相啊！第3名有迎風飄揚卓爾名區，以為中環大地嘅勢呢，就似過咗入邊1號重磅嗰隻輕彈淺笑啦，但係回氣之下呢，輕彈淺笑仲有噏上噏落，肯定。蘇迪雄勁飛翔呢場殺科戰谷草165厘米，係練馬師葉楚航同告東尼爭做冠軍練馬師嘅路上決一勝負嘅一場。排喺7檔起步嘅勁飛翔出閘嘅時候，雖然有啲慢閘，不過騎師不慌不忙鬆幾步俾隻馬走，但係個幅度又恰到好處，唔會令到隻馬上晒口，而且仲可以借機喺早段揾到遮擋，守住好位，隻馬跑得舒服，一入到直路就輕鬆加速取勝，幫航哥贏得從練以嚟第一次嘅冠軍寶座，騎到冇粒都甩埋，你就知道呢場有幾咁精彩啦。閘嘅時候咧，前面快嘅馬咧見到埋邊有風衣足食啊，中間勁飛翔紅眼罩啊，應住佢啦，好快響前面噶，外邊位置咧仲有王者拍檔啦，獅走啦，最出咧就係電子福星嚟噶，中間綠色衫國水精華白衫響外邊咧，仲見到個馬匹有線路明星噶，咁啊再守住埋邊啦，藍衫咧就有呢隻紅進啊。尾4位置公正陽性啊，尾3內欄呢就新妙星，尾2迎風起舞暫時包尾呢就係嗰隻靚橙嚟噶，開始過咗呢個1002米段處咯，前面帶頭嘅馬呢就見到有呢隻獅就噶，中間呢仲有王者拍檔啦，外邊電子福星啦，第4位呢就有呢隻呢咁啊風衣足食啊，中間黃衫黃帽紅眼罩就係勁飛翔啦，再喺外邊位置線路明星呢一路黐住佢喺隔離，後邊嘅馬大約響第7位，綠色衫黃帽呢仲有國水精華，外邊位置迎風起舞。尾4係紅進，後邊3隻公正陽性新妙星啊，包咗落尾嘅馬呢就係嗰隻靚橙嚟噶。好啦，跑到去對面直路嘅中尾段咯，前面帶頭嘅馬次序上喐動呢有少少改變咯，電子福星啊放咗出嚟啦，王者拍檔第2位啊，外邊啊線路明星啦，第4位埋邊啊獅走啊，中間第5紅眼罩呢就係呢隻勁飛翔啊，再後邊嘅馬匹啦，仲有呢個風衣足食國水精華紅進公正陽性啊，包咗落尾一對啦，外邊呢就係呢個新妙星，包尾就係靚橙，好啦入直路噶啦，前面透出嘅馬呢有呢隻電子福星啊，中間追上嚟王者拍檔啊，紅眼罩勁飛翔。騎落有啊，再後邊噶嘛，仲有國水精華，後啲呢仲見到紅進啊，最後100厘米，勁飛翔已經係脫穎而出啊，紅進追緊佢，外邊仲有國水精華，葉楚紅冠軍係你啊，勁飛翔贏啊，第2名紅進啊，第3名呢就有呢個國水精華，咁啊結果呢隻呢勁飛翔以一個無敵嘅姿態呢贏咗今年嘅殺科器啊，呢隻呢咁啊就係勁飛翔贏馬，最後顯示嘅獨贏賠率啊得分1.9倍啊。全程見到蘇迪雄嘅處理手法啦，發揮得一絕咁靚啊！咁啊，影住練馬師都相當高興，相當振奮啊！梁家俊奇巴谷草1002米，排喺大外12檔，呢隻初跑快活谷嘅馬一如既往留後嚟跑。要留意嘅係，差唔多轉完彎，即係仲有唔夠400米到終點嘅時候，奇巴都仲係落後領放馬10幾個馬位，但係梁家俊依然冇放棄。大力催殺左騎，就算直路早段加速嘅幅度唔明顯，佢都依然力刷到底，最終隻馬不負騎師嘅努力，後上贏馬。起步嘅時候，金絲名將慢閘啊，前面快嘅馬呢，見到呢個淺照贏同埋大進啊，咁啊再後邊呢，中檔位置有魔幻大師啦，內欄嗰邊呢，仲見到陽明心心噶，再外邊有66精英，中間呢，就係佳童同埋勁飛進噶，咁啊再後多少個馬匹啦，咁啊後邊嗰陣呢，有呢個按一按啦，同埋銘記心頭噶，再有多少尾3出閘唔係好快嘅金絲名將啦，尾2幸福紅超暫時包尾嘅馬呢，就係嗰隻奇巴嚟噶，好啦過晒800啦，前面放頭嘅馬有淺照贏魔幻大師一路呢，鬆住第2位啊，內欄第3嘅馬
馬有大進啊，再後邊出邊呢就66精英啦，中間位置呢仲見到佳彤響第5噶，內欄紫色衫第6位呢仲有陽明心心啊，再後邊嘅馬呢先見到勁飛進啦、銘記心頭啦，尾4按1按尾3金絲名將就黃衫嘅，尾2幸福紅椒包尾呢就係嗰隻奇巴嚟噶。好啦，入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淺照人佔先啊，魔幻大師開始上嚟噶啦，再後邊第3位內檔位置仲有呢個大進啊，中間仲有佳彤噶，咁啊再喺外邊上金多燒，仲有勁飛進，鬥到最後100零米，前面魔幻大師喺中檔透出啊，外邊冚上嚟嘅馬有佳彤啊，再喺入邊淺照人都未散噶，後邊上緊嚟嘅馬仲有金絲名將，接近終點啦，第1名呢就係呢隻魔幻大師，好有機會同埋呢隻佳彤影相啊，出邊上嚟仲有奇巴，3隻馬係相當接近啊，我開頭都以為黑色衫呢隻魔幻大師都有機會到啦啩，中間9號馬佳彤，但係大外檔一條直路殺上嚟就係奇巴，好接近啦，3隻馬要影相啊！哇！呢隻奇巴，哇！早段好似騎都唔喐，跟唔到哇！呢幾喎。步犀利到啊，過晒啦，睇佢。哇！過晒啦，到咗線啦，呢下已經。哇！呢幾步犀利到，好少見到啲馬喺跑馬地衝得咁緊要。周俊樂會長之星，田草直路1000米，10檔起步嘅佢，起步就守咗喺前列嘅位置，去到末段，會長之星透出，後邊一對澳洲大師傅上嚟，分別係薛恩嘅佳境福星同埋潘頓嘅精彩勇士。雖然鬥得難分難解，但係當時仲係一個見習騎師嘅周俊樂，冷靜應對，努力保持住自己坐騎嘅步穩，冇因為左右隔籬都係大師傅就驚慌失措，最終力拒來犯，為坐騎贏得第一次嘅沙田直路賽頭馬。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嘅馬呢，有呢隻閃電烈馬年年歡樂，中間位置會長之星同埋中檔黑色眼罩就精彩勇士啊，最入嗰邊啊佳境福星走埋上去，呢5隻馬快嘅，第6位嘅馬係4。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嘅馬呢，有呢隻閃電烈馬年年歡樂，中間位置會長之星同埋中檔黑色眼罩就精彩勇士啊，最入嗰邊啊佳境福星走埋上去，呢5隻馬快嘅，第6位嘅馬呢，有合衝共濟啦，紅眼罩呢，咁啊跟人跑嘅同友又唔夠人快啊，愛蘭藍衫黃帽全龍區入邊啊范哥兒，後啲先有萬里飛至尾4啦，尾3赤狐啦，尾2呢就安保暫時包尾係勝二龍啊，跑咗一半，愛蘭位置年年歡樂佔先嘅，咁啊拍住佢呢有閃電烈馬啦，入邊啊會長之星啦，第4位精彩勇士入邊第5位呢，仲有佳境福星啊，中檔嘅合衝共濟入邊追緊上嚟嘅馬呢，仲有呢隻范哥兒啊，鬥到嚟最後200零米啦，咁啊年年歡樂愛蘭佔先嘅，咁啊閃電烈馬乏力噶啦，入邊位置會長之星啦，追入佳境福星上緊啦，兩隻馬中間窄位呢，就精彩勇士啊，最後100會長之星響外邊，入邊佳境福星，兩隻馬中間穿上嚟，精彩勇士有冇？咁啊外邊位置合衝共濟，4隻馬相當接近啊，由入邊數出嚟，佳境福星黃帽，中間位置呢，仲有精彩勇士，另一隻黃帽紅衫10號會長之星啊，好遲衝上嚟噶嘛，仲有一隻合衝共濟啊，4隻馬近，真係睇下邊隻跑第1，邊隻第2、第3、第4啊！好近啊，啄落去嗰下，好似啱啱偉達喎。偉達應該食咗個孖寶先喎，會長之星到啊！周俊樂。以上只係華上精彩策騎嘅冰山一角，但係精彩嘅又點知咁少啊？你哋心目中最精彩嘅策騎又係邊場呢？可以留言話俾我哋知。訂閱讚好，我哋下條片見，拜拜。